我家毕竟高官，你的狮子将我判，元朗带头来关。贾玲娘。哦，韦大哥，哎侬来了。哎。嘿嘿嘿嘿嘿嘿嘿。哎。坐啊。哦哟，又了那可来，搿戏搿么算嘞，我那搿么想开一点，侬还有家根嘞。家里上呢？打茶起来，哦。家根呢？一道起来。哎。去坐哦。好好好。家里娘。啊。家根今年几岁了？12还是13啦？14啦。14啦。哎。哦，搿是好讨老婆子。讨老婆？哎，乡里个官财财都玩不出，侬是中包人，搿是瞒不过侬的呀。是个，我去搿边官财咋嘛？我搿个中包人头都搿边来。不过咋是西个，人是我个，好想想办法嘛。还有啥个办法好想呢？屋里向5田5地，好买个，侪都卖光了。要么还有搿2间破草屋。夏玲娘，侬真是聪明一世，懵懂一世了。侬不会了那媳妇身了，打算盘。还有啥个算盘好打呢？夏玲娘，江陵也是一百年，侬空里着年轻媳妇在身边，大户人家手机少八方，穷人手机为哪点？寡妇在家是寻常事，也没有什么不体面。侬上日给我包发马钱，我看侬真是懵懂少自己。不是我懵懂少自己，在家寡妇能食几个钱。我一家生活半靠他，怎能够挖肉补偿大安心？强玲娘，侬说寡妇在家是不值钱，我倒有个好自己。叫山中有个胡老老，当那为生一多年，神经托我把媒来做，村里姑娘哪个肯嫁到山间？江陵娘要是江少肯嫁过去，她愿出在里多少80千。80千是80千，那讲跟讨老婆为了管财钱，至少剩下20斤，丝丝落落好过年。我以为寡妇在家多热钱，想不到他肯出彩礼80千。我娶亲还账好过年，这倒是个好时节。再说侬媳妇上来命不好，留在身边要回去听，骂掉他换来一房新媳妇。
侬何管是万苦劳累的。好倒是好的，搿要是伊不肯呢？那我有办法噶，只要侬答应，一切我都行。通知我姥姥当桥到门前，困困饱饱，拾金护脚，清清爽爽，满街遍。搿吴姥姥个人到底好不好啦？哦哟，吴姥姥搿个人，可是当着金丝灯笼做也做不到的，老老实实、规规矩矩的。搿么几时来谈呢？只等侬一句话，明朝就来谈人。明朝，哎呦，明朝可是太快了，明朝那个好谈了，明朝这呀，样咱们都越快越好。搿么谁呢？一岁交人，一岁交钱。搿好过哦，搿一言为定哦，一言为定。我期待，搿我期待哦。好过。强玲呀，啊，侬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哦。搿我有说过，有说过。哦，搿我期待啊。哦，好，我期待。哎，最好哦，好，哎，蔡马家边境高官，你的是只将我判。江陵扫码。为他送，哎，当啥？哎，为他送。哦，强哥，哦哟，像个大人在。谢良爷，为他说得能做个媒啊！哎，去。蔡马家边境高官，你的是只将我判。看来又是来要账的。娘，蒋根啊，娘夜饭烧好了啊。哦，娘，吃夜饭嘞？吃不喽。娘，吃夜饭了。方才是不是韦大嫂又来讨关税钱？是呀，夏根啊，账越逼越紧，日节是一年比一年难过，娘是实在没办法了啦。刚刚那韦大嫂倒是出了一个好主意，什么好主意？想将那嫂嫂啊嫁出去，嫁出去？轻点。我家熬个胡姥姥，伊肯出，为了账，还好叫侬讨老婆。娘想想啊，倒也是个办法。已经讲好了，明朝一早就要来谈了。哎呀娘，你怎么想出来的呀？轻点，娘，你不对呀，嫂嫂她肯去吗？管伊肯不肯，娘答应了，肯要去，不肯也要去。我告诉嫂嫂去。那侬小句，侬管，传来了风声，伊倒追了我，我要打死侬！哎哟，香根啊，我还不是为了侬好嘛，去那哥哥还咋接侬讨老婆呀？我不要。那侬个小子啊，侬不听我，传来风声，我打死侬！去，进去，进去。管管好哦。哦。
日子商量定，明天就要抢上梁。做啥子人我怎么做？你叫苦命是好啊！人得道有爹娘有子长，我乃是无爹无娘无依呀！江陵啊，江陵啊，哎呀江陵啊，我从小到你家里来，上山坡听到今朝，这道是苦到心头，终有天啊才知道，你年轻短命将我抛。从此苦命无指望啊，这指望佛子婆婆能到老，婆婆妈我能受，饥我寒冷我能熬，千苦万难我不怕，怕只怕要我去再教。看那张家秀，李家少，与我一盘扶照耀，全都是被逼无奈再婚嫁呀，恰为人冷遭逆风到今朝。宁死不足再叫苦，秀啊，辰光不早，好恨了。我只有到婆婆跟前去哀告，求婆婆年年究竟不卖我，我情愿做牛做马，千年总当一人挑啊！婆婆啥年不惜情，她真正将我去卖掉。看来是婆婆她为钱财只一定，总算是识破了实情，一途牢啊！做事有想，乱事忙。难道是我坐等明天是晨光？
不要紧，丫鬟只与他，只与他，只与他。因事不愿再婚临去匆匆，回头一难撒，就是家。冒着烈声震耳响，路上此时呼呀响。单人送走知府里，路夫今夜分外忙，分外忙。阿花，来，搿介许多的阿啥花，来嘛！那大厅客堂厢房一点都没动过啊！搿戏下头一准备就偷懒，吹得侬几根烂筋才会好嘞。太太，今年不过当公是忙不过来个，搿杀鸡在我知府里，搿侬晓得我是吃素个。是啊，过端公嘛总是淘气，搿短命的坏老婆子啦，没事体嘛来得个起劲，托伊寻个人嘛，连个银子也发进来。娘，叫我几个铜钱，我叫阿花带我买火炮去。屋里端公过不着，年都想不成来，还没啥个火炮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！搿我自己去买哦。哎呦，来，拿去拿去。太太，老公啊，侬回来啦？装修得怎样？只有半步到成。啊，只有半步。唉，搿世道变了啦，人心啊坏在。太太，老爷呢？正与高老夫子谈天呢，你去吃饭去吧。太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哦。
见过史太太。太奉石下诚心不顾。真是侍奉石下诚心不顾啊！抗量变法已荒唐，明当制造更猖狂。黑官自变法令，非法不理呀当，上下怎被先不顾？孔孟之道偏一旁。我今日侍奉设下上风华，道德人王论纲常。所以大都对曹家信物迅捷上吊。我不但誓愿替他写这一篇墓志铭，还特别声明不收钱。是啊，所以赵老太爷这名小弟贤呢，向史老爷当面知晓。我还把我们一封所18届征文的题目叫做“借父营”，特别表彰。古人云：“无事事小，设计是他。”这无非是挽救侍奉诚心罢了。哎呦，哪里！此恩此举，不是小弟当面恭维，真乃是听君一席话，胜读10年书啊！可惜小弟今日手无技身，不能常任高人，只得改日再来请教了。老夫子计算规忙，不便强留。告辞。最好。留步啊！老爷，为老婆子来了。见过史老爷，伊是为老婆子娘家的近邻，今年春天刚死了丈夫，是个寡妇。屋里还有婆婆与小嫂，因为穷，竟愿出来帮佣。我看生还老实，老爷，侬看可好？是。哎呀，你呀3辈里用人难啊！双儿，先试看再说。哦，老苦回来了没有啊？回来啦，
今年只收了半步大人，可恶，陈女在账房里呀、为老婆子啊，那么娘姨先死3天，规矩照旧哦。好过好过，谢谢史太太，谢你说啊，谢谢史太太。谢史太太，谢你说啊，跟侬在此地好好做，我过3天再来哦。韦伯伯，真太谢谢你哎呦，了，自家想你们不谢谢用客气你了不用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。祥林嫂，力气真不小，须知卷得半成汤，擦得愉快又是好，他一往里笑。东南西北。去这边，去东京找到陈天，他苦多少下子班，个得名的寡妇总心不见。我知道寡妇在京山里去，一桩事情可过几年。江陵娘还了账，我老拉下了井，我老罗与老母还可虽然几个下眉间。谁知天不从人愿，哎，倒算个山西花人烟，还是再起心，还是再起心。轻轻流言来来听，弯弯脚印压水面，一日三餐无余虑，白衣不把肉归前。但愿买得婆婆的账，总早来一怀念。不住在脚步，辛劳也先甜，脸上先发胖，且有笑意，再看就变啊。哎，寡妇犯不罢，跑来我个下，这个多名的寡妇到啥个地方去了呢？哎，到这个冬天，马上就要落空灾。河旁边有个女人，手里拄着个大炉，好像是蒋林嫂嘛。是蒋林嫂，是蒋林嫂。
四老爷、四太太，这个就是杨林嫂的婆婆呀。你屋里想，为什么自家去讲？这话是很难出口了。四老爷、四太太，真是实在对不起了。老爷太太用我讲，老太婆有桩事情要商量。我媳妇能在府上做，正好便是一步登天堂。就只为家计平安顺手上，开春以来是农事啊忙，所以想叫我媳妇回家去，盼望老爷太太多原谅。你的心事我明白，娘的苦是你也知情。春来农忙是陈手上，我特来接你回家门。娘，我在此地做，每月也有500文工钱，积少成多，也好替家里还债。我不委屈是啊。他虽说没有来过买身份，道理总要讲讲清，哪里又要来手来去就去，何况有总把人。祥林嫂啊，侬少慢起来哦。媳妇，娘，你把我这几个月工钱拿去家用吧。哦，媳妇。哎呦，太太，侬是千万不要生气哦，我拉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高里穷，下临死，老的老来是小的小，媳妇不回去嘛，可叫我那个办好呀了，哭哭啼啼，趁我剃头。老寇，哎，把杨林嫂的工钱算出来。老爷，这好，既然他不要他委屈嘛，就是要委屈嘛，也应该做到月底，这是规矩嘛。哎呦，老爷太太，那真是福大良大的啦！老爷太太，那既然看得起俺媳妇嘛，过了忙段，我再叫伊来帮忙，这是要做到月底嘛。哎呦，太太，那是大户人家啦，人虽多，不吃过饱人的；俺小户人家啦，人虽少，俺是要讨伊吃的啦。哎呦，老爷太太，顶好嘛，今朝就让我领伊回去啊！假便当嘞，老爷，明朝还要过节呢。好，就到月底。啊，老爷，讲定好了，你还啰嗦什么？老爷，方才我算了一算，一共是1250文，祥林嫂她上吃俭用，1文都没有花。那接他。哎呀，这叫我真的，哎呦，老爷太太，那真是宽宏大量的啦！哎，老爷啊，喝醉了呀！哦，哎呦，哎，老爷太太，那啊，喝醉了呀！算儿。
接进去，先发出来再弄。哎，老大，会不会乱风啊？噶发为过，蒋林娘还是个老口哦，那放心好了。哎，老大，再发出来，今朝要回不去噻嘞！哦哟，噶那放心好了，我老拉搿种事情经手得多嘞，折脱时辰，发脱日节个。今朝发倒水，发过门哦。哎，老大搿，哎呀，拿去，等下老酒把它多吃点。好，老酒啊，好，搿算了，算了。哎呀，蒋林娘，那个我已经搞好了，哦，要到月底啦。啥？要到月底？嗯哦哟，侬真是老带来侬场新戏文仔。不是我怪侬个老太婆，侬真是越老越糊涂。上次是侬看风不进唱了话，搿种情是一拖拖至3月多。我家哦，等着我姥姥，害得我搿只顶啊雨伞，不晓得跑出多少冤枉个路。今朝侬媳妇在侬眼面前，介好个机会会错过，还为只因到月底，侬分明通风报信差不多，叫侬媳妇再逃走，侬诚心同我了只有难过，我了我只好同侬搭断掉，我家哦就来待侬老太婆。侬啊，不要埋怨我，我为这国民婆娘有苦啊付出啊数。老爷太太不得应，我总不好去硬土。我是连靠大小都做过。现在要看侬老拉去对付。大好，成不成功行动我，一切事情交给我。哎呦喂，老婆子，哎呦侬就当搿桩事情勿晓得好了哦，侬就当搿桩事情勿晓得好噻。
侬啦真好啦，姥姥亏得有侬迭个嫂嫂，今朝总算成家了。哎哟，侬是又做嫂嫂又当娘，不容易哦，良心好哦。三叔母啊，假是侬讲得好了，还不是托你三叔母的福呀。哦哟，喏，搿搭有几只头上记在啦，不算数哦，算我一眼眼心意，一眼眼心意啊！哎，究竟他哥最好啊！好，哎，哟，老多哩大哥，侬来了。哎呦，来，老罗，我还没有回来。那老罗呢？老罗上山当然起在。当然，哎呀，今朝是啥个日节啦？搿正是年纪轻不懂事，做好人不是天杀人，还去当啥个人呢？啊？呀，是去趟古酒小菜的哦。哦，哎呀，搿日节啦过得真快啦！老罗个爹做好人嘛，还了眼面前呀。想不到老罗今朝也成亲噻！究竟他哥，哎，三叔母，哎，好，今朝是啥个日节？侬还去当哪？呀，老罗么是去当古酒小菜个。哎呀，侬看，到底年纪轻，还怕难为情嘞？姥姥是老实哦。侪一样个，老罗个爹做好人个辰光啦，也是人家幸福着啦啊！是个。要准备起来，哎，要准备起来啊！新娘子啊，快来！啊！新娘子，快来！哦哟，离婚就参加不中家了啦！我教了你多少年的魏大嫂，你这样欺负我寡妇是要断子绝孙的呀！我也是为侬好，哎，老罗有啥不好啦？比那强人不晓得要好多少倍嘞！啊，来，把头！哎呀，来，这个，一个平安上，不要紧我。好个，来，把头！娘娘哦，这个，哎，搿哪个办法哦？哦哟，老大，门一关，明早天亮嘛就会好过。老大，老酒准备好了吧？酒已经准备好了，大家去喝杯酒啊！哎，好，请去哦，老大啊，不要忘记了，拿老罗当个三鸡炒一炒啊！
来，哎呀，老马，老，哎，老狼。讲到娘委屈，娘委屈。你喝点啥吧？讲到陪，娘委屈，娘委屈。你要到哪里？谁认识你？娘，你不能走。你不是受着伤吗？我不要你过。你不能走啊！你不能走啊！天黑了，外面是有野贼的。不要你过。他会不会去寻死哦？哎，你不能走啊！你讲到陪，讲到陪。算你的气大，讲到陪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呀！你不能害我。我害你什么？我花了许多财力，倒也不去杀他。你要去徇私灭我，闹出一条人命来，这不是害我吗？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呀！你要到哪里去？这里就是你的家。哎，你就说到，我会待你好的。谁认识你？讲到陪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呀！都是为老了呀，为什么事先都不讲好的？你们为不讲好，你们还回来抢我为不讲好，讲到陪，让我委屈，让我委屈，真是天晓得了。我老了今年活了30多，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。我才是生长这样的粗汉，强雄霸道我不为过。讲到陪，我老了从小父母伤旁顾，见到兄嫂抚养我，多只为少天
难跟踪，我只得深山人我当老五。常言道，男子30人家年，因此上我拜托老腊妹来做。这次房高高兴兴，配夫妇有才子，吵吵闹闹起风风。那黄花闺女多多少，你寻着我苦命寡妇吃为呀哦。老腊做事太可，事到今日我才清楚。他骗我姑娘不肯嫁在你老，有一位寡妇到不处，他是你受尽家节慎重哎，实人看见有旧在磨。家贫父贱难守寡，你自己愿意嫁丈夫？什么？是我自己愿意短命个辣子？他万生一位将你万丈夫，二位小叔讨媳妇。我花去彩礼80千，下门前还不算数。80千是80千，你还不知道？我不做强盗，不做贼。你道我这80千钱是从哪里来？每日里翻山越岭，起舞堂，风采如梭落半夜。三千岁，冰天喜地把拉围，那我是司机靠东，你东门进多少财？80千本是心胸本是贱，平平脆脆。彩龙来，看的真是红花化作尘上台，我老罗自上欢喜翻成悲，10年心血化成灰，今生我想再把情放开，我是娶妻不成犯千丈，还落得一个江好开。
我们不要哭，我会对你好的。不要哭，神君们身体倒是要紧，你他点啥吧？那么，你的账又是何玩玩呢？咋？哦，咋不要紧啊？只要我们不怕吃苦，咋总有办法。我们有的是力气哟。祥林烧开何牢笼，心底碎了人不从，只要上上勤劳中，夫妻情人同欢苦不
青布的来红布帮，穿在阿毛小脚上，妈妈看了喜呀喜洋洋，喜洋洋啊！阿毛，来。哎呦，来，阿毛，我们穿新袄。阿毛，新袄好看吗？好看，阿毛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好，那等晚衣服做好了，我们一起穿。新袜子，新长板，妈妈穿了真喜欢，弟弟快了咪咪笑，妈妈叫我好嫩嫩。好嫩嫩，好嫩嫩。妈妈，我要吃豆。好，我们来部队。妈妈，我要豆。什么队？路光豆。什么路？山头路。什么山？铺雨山。什么铺？斧头铺。什么铺？上元府。什么上？雨初上。什么雨？字母雨。什么字？白花子。什么白？橘子包。什么橘？老娘舅啊！老娘舅，老娘舅。阿毛娘，阿毛娘哎，阿毛娘，阿毛娘，开门，快开门，阿毛娘！哎呀，阿毛娘！哎呀，姥姥，姥姥怎么了呀？弟弟，老母来。弟弟怎么哎呀了？弟弟阿毛娘哎，姥姥个嗓子真好好，侬让那好娘一起当老人，牙虽是挡着了，可以自己混到在山沟里啦，要好好的养养喽。是啊，是啊。那我们走了哦。啊，真谢谢你们啊！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谢谢你们啊！哎呀，姥姥，你到底怎么了呀？没有什么，你看我不是又好了吗？哎呀，你呀！哎，阿毛，你看，弟弟当了只狼。弟弟阿毛不阿毛不怕，阿毛不怕。阿毛，这是只死狼，狼吃人，我们就剥他的皮。哎，春天怎么会有狼呢？怎么没有？都在山里烧，看见就是了。哦，这是只小狼，大母狼就逃走了。啊，阿毛娘，今天当到的野人，上个月的利息可以抵掉了。是啊，放在大伯来讲，老天王又来要过账了。弟弟，姥姥，姥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呀？没有什么，我谁也会就会好的。那你歇个会，我去烧点蒜头子来给你吃啊。我吃不下，刚才出去的时候已经吃过点冷饭了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烧完正刚好，怎么能吃冷的呢？那我去烧点热的，让你暖暖肚啊。阿毛，来。阿毛，娘弟歇一会，你到外面去部队啊。哦不要追远呢。哦，哎，阿毛，新啊，怎么只有一只？还一只妈妈猪。妈妈不，妈妈不，哎，阿毛来。阿毛，你还怕不怕狼啊？阿毛不怕。好，不怕。弟弟，弟弟要去洗一碗啊。弟弟加狼，弟弟加狼。阿毛乖，弟弟要洗一碗地。去不得啊。哦。妈妈，我要的什么的芦黄的什么芦？
两眼昏花，心发慌。阿毛娘，阿毛娘！姥姥，姥姥，你怎么了呀？你怎么了呀，姥姥？姥姥，你怎么了呀？姥姥，弄得我天昏昏，地茫茫。姥姥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呀？只觉得快怪什么手发僵啊！姥姥，姥姥，快你痛得这样厉害，到底哪里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呀？伤寒也复发，看来我命不会长啊！快去叫大哥来！大爸，姥姥阿毛娘，姥姥怎么又昏倒在山沟里了？姥姥她上完针佛法，现在痛得很呢。姥姥，大哥，我腹痛之家，看来是不会好了。姥姥，小天有意拜托。兄嫂有事，我爹娘从小都在你呀，好父娘。你为我成家立，费心机，想不到自己还要累，兄长。穷人千载事千里，我只有起早落夜随风霜。谁又知啊，身在上海山药多，咋子的本领我来完场，要想不在一身。
情，只落得上海佛法名为法。姥姥，小弟啥谁死了去呀？可以难比是两张。在不必乱情，儿是毛飞成长。今朝见你亲兄长，母子一起一拜托你兄长姥姥。阿妈是我家骨肉，我家根，是我老大亲儿啊，集中修饰断头话，自古几人有天下，只要留得青山在，一切总有办法想。姥姥，大伯说得对，你会好起来的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毛娘，阿毛娘，阿毛弟，阿毛弟，你哪里不舒服？你哪里不舒服呀，阿毛弟？
送报对神家。阿妈跟你讲这些做什么？讲这些做什么呀？今天夫妻同到老，也才知本土将你披一旁。离你西归去。你莫知怎样独死光。也记你破两肩扎一生。阿毛要你呀，抚不要哭，我是个大爸照顾。快去叫阿毛进来，叫大爸磕头。阿毛，阿毛，阿毛，阿毛！哎呀，阿毛不见了！哎呀，姥姥，阿毛不见了！阿毛不见了呀！阿毛是我命根子乡亲们呐，快快寻找阿毛母儿啊！
子唱。阿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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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毛！阿毛被狼牵了，姥姥，我们的阿毛被狼牵了，姥姥，阿毛的。阿毛的，阿毛的。家去去，马上就回来的。那么侬把这副日节刚刚定了的走呀？真是，不到陈家多唠叨，假如是难道还要我造了？一年祝福时常归，本来只是也忘掉。早给挑选好，为什么穿耳朵一定要登临上轿？侬又没空过，再不定啥子啊，连年都写不成嘞。为啥不早点教教好呢？我还会教得啥啊？我每年为那短命的短工道歉。我想来想去啊，我是想这个祥林嫂。祥林嫂，祥林嫂，你看看别看，总是祥林嫂。你不要言完祥林嫂，哪一个长工比得了？他自从家到户家，十指过
然生下一个胖儿子，你要他再来玩办不到。好了好了，唠唠叨叨，他老空叫一个短工来。啊，老空，往外叫得声啊！哎，你倒呀只忙人家的事体，自家屋里的事体一点都不管个啦。老空啊，老空，太，老空，侬去雇个短工来哦。太，这几天雇短工，工钱恐怕要高一些啦。有啥个办法呢？你呀随便来，高就高一点吧。太，韦老婆子来了。哦，后面好像还跟着蒋林嫂。祥林嫂。见过太太，祥林嫂啊，几年不见，侬老得多了嘛？哎呀，侬有大谁的笑啊？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！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我但知道下雪天，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我拿了一只小篮子，盛了一篮头。叫我那阿毛坐在门口不动，他是很听话的，我的话他句句听，他就出去了。当我要寻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，我急呀，我就到处寻，寻到山坳里，找到了阿毛的一只小袜子。我怕呀！我怕我那阿毛被狼吃了。姑孙啊！只见阿毛他躺在草铺里，肚子里的五脏都被狼吃空了，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只小篮子。前世作孽，搿我想，府上嘛总是要有人的，搿上手嘛不是说手。再讲，现在是千户挂一人，我的祖籍在这，太太，侬就做出好事吧。好吧，祥林嫂啊，
侬在我这里做，可不能哭哭啼啼的。老爷是再犯忌的。刘妈，把祥林嫂的包裹拿到河房去吧。好个好个，阿弥陀佛，谢谢四太太。刘妈，真太谢谢你了。哎呦，不用客气，谢谢你不用客气了。我的话他句句听，他就出去了。当我要寻阿毛的时候，阿毛不见了。我急呀，我就到处寻。祥林嫂，侬米讨好了没有？米？哎呀，我还没有到呢。哎呀，哪来？我只寻到了阿毛的只小孩子。那阿毛呢？只见阿毛，他躺在草窠里，他肚子里的五脏都被狼吃空了，手里还紧紧捏着一只小篮子。真辛苦了。都讲完啦。啊，我还有听过嘞。嘉玲嫂，侬再讲一遍。哦是啊，我们还想再听一遍呢。哎，我真笨，我真傻，我但知道下雪天野兽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去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也会有狼。祥林嫂，侬不要再讲啦，太太已经发脾气啦。一天到夜，我真笨，我真傻，我真笨，我真傻，总是反复这希望，路上下都成梦空，祥林嫂虽然没有当年狂。我真傻呀，我真笨，我有时懊恼，有时恨。我拿了一只小蓝，一只黄，叫阿毛一面拨头，一面开门，总怪我自己太粗心，昨夜不见他踪影，不见阿毛我心着急，我哪顾得山高路窄到处寻，寻不算阿毛躺在草窠里，血肉模糊看不清，肚肠已被狼吃空，小兰一只弯呀的紧。三姑啊，三姑啊，三姑啊！要是我阿毛还活着，也该有这么大了。吃紧啊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！哎，强林嫂啊，这怪侬命不好啦。是啊，是啊。侬要想开点啊！哎，今朝个故事倒是蛮好听哦。明朝我叫吃惊的娘
花，哎呀，祥林嫂，侬不要再讲啦，太太来啦。阿女啊，怎么晚了还没去困觉去？阿花，去叫阿贵来。现在只有吃饭的人，没做事的人。明朝祝福，连实际在我的人都没了。啊，太太，实际在我会的呀。侬去叫来呀！真像个现世面孔啦！哎，你倒也会得没笑容的了。哎呀！落雪啦！啊，落雪啦！唉，我真笨，我真傻，真的，我但知道下雪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就不知道春天。哎呀，祥林嫂，侬又来啦！啊？干啥？哦。哎呀，祥林嫂，侬搿双手是不管不行，搿些东西太太是不让侬碰的呢。哎，祥林嫂，你头上的疤不是那时候长起的吗？啊？疤。哦，
哎，祥林说，我等侬想想，侬实在是不合算啊。祥林说，侬实在也笨，侬索性尝试到关啊行。今日留下一块伤疤痕，多被人家当坏兵。再十年，第二个丈夫有丧命，更是一件大财命。将来你到隐士去嘛，那两个时光男人还要把你憎恨。到那时你主也难，哎呀有也难，那阎王只好把你一举两官分。吕妈，这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真的咯。侬不相信，侬不相信，我拿肉来包钞给你看。这上面不是画上吗？12天王判官小鬼。怎么好？吕妈，你可有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个，只不过侬做不到你。吕妈，你快讲啊！哎呀，祥林嫂。你还是去到镇西土地庙，去捐到门槛做替身，让千人打来万人夸，说了你这一世大财命啊！吕妈，侬辣盖擦好了没有呀？擦好了。他身我到大厅上，作为一批下去理出来啊。好的。祥林嫂，你实在笨啊！索性尝试到关心，尝试到关心。
情，把我当作眼中钉，既是不许我转手，那杀机在我腹。我分。
大会。没有什么，是没有什么。不是去到真的土地庙，捐了门槛做替身，让天神他凡人夸，让天神他凡人夸，做了我这一世他在爸爸，妙竹爸爸，妙竹爸爸，你总归要做做好事个呀！妙竹爸爸，妙竹爸爸，听侬个3日了，倒是蛮重的。是啊是不过啊。侬要捐门槛嘛，侬哪个捐得起呢？妙竹爸爸，捐掉门槛到底要多少钱啦？总要20千。20千。哎，哎呀，这我怎么捐得起呢？本来嘛，侬哪个捐得出来呢？哎呀，妙竹爸爸，侬总归要做做好事个呀！我每个月工钱只有500文啊。500万？哎，假侬诚心要捐咯？是啊是啊。让我再核算核算啊，人工木料切丝，至少也要12千。12千？哎呀！侬每月工钱500文，组织2年嘛，至少也有12千嘞。2年？12千是最少的了，最少侬就是不诚心，不诚心侬就是捐出来了，还不灵个啦。哦。祥林上一面走，一面思春。为所在那孤灯，爱苦艰辛。从今后真正里，他经历在人，他做呀做呀。好容易熬过了2年光阴，他结下了许婚新
呀，真是阿弥陀佛个啦，就是不明害死个啦。卷好了，卷好了，卷好了，门开一条。门槛卷好了，刘妈，阿公，门槛卷好了呀。好个好个，妙做神，真要出山去同根。元宵节节报祝好。三十了不节气，有四叉宽，一叉高。自从把你转不进，13雨林也拦不掉。从今儿向天人踏，万人夸，我的财你好烧掉，哎呀好烧掉啊！你可以搞好运啊！哎呦，刘妈，阿虎，等你们有空的时候啊，也一起帮我去打一打哦。好个，好个。时候一到，老衙官奏上府令。欺负你生强，好事人已经拿到。前辈不必朝我去嘛，这辈子也无缘阿报。一门对付一人拿去，一把筷子一大刀，30口的快团烧，万语从此无年好。
过了。老爷，我门槛卷过了呀。什么门槛不门槛？老爷，我的税已经收够了呀。说谁？你还想说谁？你这不祥之物，少妇罢手，一生一世也说不了谁。千岁万岁，千岁万岁！哎呀，话快去望一望！哎呀，祥林说啊，今朝是啥个日节？是啥个日节？侬，管他啰嗦什么，叫他滚！老孔，老爷，他的贡献算出来。流氓，奴报公！关照这样少风拔手的奸臣留不得。都怪我一时心软，困他可怜，谁知道因为变成各种各样的样子了。老爷，贡献他全部拿走了，只剩下几十份零头。拦截他，叫他滚！谬宗，老爷，把我进去，把我进去，做佛，做佛，做佛。
在眼曾记得婆婆令我食衣衫，那乡邻他碗菜要来面，我手间为他三菜外手，晚间常把四补贴，我是有做媳妇，有做姐，心是苦，十几呀年，有才子啊，并亲百年，相邻死，留下了两代寡妇独守间。婆婆子啊，她背下了重扎家妹啊，为姥姥抢我到山间，多亏姥姥啊，她对我好啊，大年与阿毛天。阿母，姥姥，你不要怪我是笨，我是傻呀。我但知道下些天也许在山坳里没有东西吃，才会到村子里来。我却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浪。姥姥，你不要怪我，你不要怪我啊！谁知道啊，山外头去姥姥的两毛，遇着母老爷，撇下我无依无靠无天地。那他把你收去哦两间，我没奈何啊，我儿子从把路夫进啊，这就得
年岁饥饿度残年，独生我两次寡妇在你从老爷太太见我也，我为了做菜去专门看，花去我贡献12天。深色到天塌的财年，多可索拉，恰为我的财年成就没有清欢的。哎呀，清欢的啊！对，我要告诉去。我一定要告诉去，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？我到哪里告诉去呀？我只有太太问苍天。究竟有没有？文林究竟有没有啊？苍天，我就低头问人间。地狱到底有没有？地狱到底有没有啊？死了的一家人还能再见面吗？告诉我，快告诉我！